木星逆行在巨蟹座，看清內心的真相。接着水星逆行後，木星喺巨蟹座亦隨即逆行，令星空一下子出現五星逆行嘅現象，提示我哋喺急於求變之時，先稍稍剎制，放慢腳步去看清內心嘅真實需求。火星喺人馬座嘅力量令人急不及待去展開新旅程，然而木星喺呢刻回頭折返，揭示着你嘅決定同行動似乎走錯了方向。木星逆行在感性嘅巨蟹座，意味着呢個係一個檢視內心嘅時刻。如果你處身於人生分水嶺，面臨一生命重大嘅抉擇，那麼內心嗰份猶豫不決可能會持續膨脹。一方面你想要達成目標，一方面你卻害怕着會落咗一個後悔莫及嘅決定。現時水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及海王星均處於逆行狀態，可見表象背後仲潛藏着某些盲點。當你覺得心不安不穩時，必須靜下來想想，你正在用理性去說服自己違心而行嗎？當你奮勇地跳進新關係、工作或生活模式時，呢個行動令你感到期待還是恐懼？心裏暗藏嘅嗰份擔憂，日後會否演變成失望與後悔？喺木星逆行期間，我哋需要做事嘅係放緩步伐，檢討與反思自己有沒有脫軌，回望初衷並重新思索原本嘅目標，先唔會落入我想要嘅幻影，不至於重踏過去嘅失地。在眾星逆行時期，建議大家切勿心存僥倖，或以賭博嘅心態去搏一鋪。當意識到心靈正在阻撓着你，便要適時地抽身離開。